No, no。我真的是栓 Q 了，这排位怎么这么难打呀？算了，开把双排先缓一缓吧。刚开局我就抱着队友准备起步，没想到却不小心失误了。就在我准备迎接队友的指责的时候，没想到队友一把抱起了我，给了我一个起步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连跪了，状态不是很好。这有啥的？而且我们也没落后，不是吗？听着队友的一番话，我那一丝因为连跪导致郁闷的心情瞬间烟消云散了。你之前连跪是没有碰到我，看我怎么带你回来，好吧？说完就一把抱起了我，我顿时也是被他这番话给整笑了。没想到他居然真的抱我过了关，不过我也下定了决心，要好好对待这把游戏，绝不能给队友拖后腿。怎么样，这个起步还可以吧？不错不错，看我怎么给你拿下第一的。牛逼！前几关都是靠你，这关就让我带你飞吧。啊，天！嘣一下，你